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马可福音的第11章27节，一直到12章的12节。在这整段经文当中呢，这些经学教师、这些祭司长还有这些长老，他们看见耶稣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然后他们就来找他，就问耶稣说：“你凭什么权柄？你是用什么权柄来做这件事情？”耶稣常常在别人的问题或是别人的议题当中，他常常是用一个问句来让人思考，以致在这个问句当中去辨明真理。于是耶稣就回应啦：“那我先问你们一句话，如果你们回答我的话，我就告诉你我凭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情。”然后他们就开始争辩起来。他们想说，到底要怎么回答才对，才不会让耶稣有话讲，或是旁边的人有话讲呢？最后他们决定，他们要回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于是耶稣就告诉他们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来做这些事情。”接着耶稣就继续来教导，他就讲到了这个佃户跟这个主人的故事。佃户就是他跟主人租借这个地，然后在这边耕种，然后主人呢就从这当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主顾关系是这样。主人呢派他的仆人要去佃户那里去收这个佃户应该要给他的这个款项，结果没想到这些佃户竟然抓了这个奴仆就殴打他，而且让他空手回去。那接下来主人呢就再打发另外一个门徒，就他们竟然伤害他。主人想说只剩下他最心爱的儿子，而且他想说如果他派他的儿子去的话，这些人应该会很尊重他。结果没想到派了儿子去，这些人，这些佃户，这些跟主人租借地的这些人，他们竟然想说这个人是原来主人的这个儿子继承人，所以我们杀了他，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地。于是他们就杀了他。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就让人看到，他最后就讲：你水匠所丢弃的这块石头已经成为最重要的基石。这是主的作为，在我们眼中是多么奇妙啊！犹太人一听当然知道在讲他们啊，因为耶稣他表达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可是他却是在这当中被这些犹太人们所丢弃、所弃绝。他们不相信耶稣所做的是凭着上帝的权柄而来。会不会有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一些人，他们经历了上帝奇妙的工作，但因为我们自己的心有不平、有嫉妒、有不安，有很多可能过往经历所留下来，甚至可能是自己生命中的骄傲，让我们不愿意承认耶稣是主，让我们不愿意放下，让耶稣来做主。求主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这段经文，让我们再一次思想，可能我们很多旧有的习惯、行为，或者是对待人相处的方式，是需要改变的。特别在于相信耶稣、依靠耶稣这个重要的事情上，我们可能也有多少需要改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来依靠这位最重要的基石耶稣基督，好叫我们得着真理，好叫我们活出谦卑为主而活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主，你的权柄是由上帝而来，而且你也让今天的我们，因为主你付上代价，也得着了这个恩典的权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祷告，我们也可以来回应信仰。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持续在你的里面来更新我们思想意念，不被这些不属神的传统信念、习惯、生活模式来捆绑，而是释放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话语当中，教导我们的生命活出真理，活出那心意更新的样式。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持续带领我们在今天一整天的生活里面活出主你的心意，让人因为我们来得着福气。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